你今仔感觉好？嘛，应该是好我差不多啊啦。哦，声音继续好势啊。嗯，应该是迄个快筛还个2条线的。哦，伊迄菠萝，无说迄菠萝嘛是还佫一届要去罗马迄敢袂讲。
目说无声呢，无声。哦，是的，是的。好，来。保罗宣教行程第3摆吼，今仔日咱会做一个结束啦吼。嘿但是咱会用较侪时间来讲到保罗伫即个伊离开马其顿了后，吼希腊马其顿了后，伊转去到伫亚细亚遮，有一段时间伊甲遮以弗所的长老讲话的代志，咱会伫遐用较侪时间来分享。颠倒伫耶路撒冷的部分，咱会讲较少吼，咱会甲后一摆做伙讲吼。保罗正式的宣教行程是3摆吼，是3摆。第4摆呢，有人讲伊毋是宣教啦吼，事实上伊毋是计划要去宣教，伊是去用寄送去保罗去用寄送去伫即个罗马要受审判。但是伫路程的中间，伊嘛一直咧做一寡宣教的工作吼，咧劝勉人的工作，所以嘛有圣经学家甲伊当做是第4摆的宣教行程啦吼。咱耶路撒冷较详细的部分会放伫后摆甲即个第4摆的旅程中间，咱会较来讲吼。因为今仔日其实篇幅已经讲真长，就是会放焦点伫迄个保罗甲以弗所教会长老伫即个海边见面迄所讲的遮个教示吼，咱会用较济吼。好，咱大概看第3届的行程吼，我搁用一个吼，较近的吼，嘿，咱拄则即张图，咱会看到讲伊有几若个咱定乌点的即个吼，定乌点的即个吼，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经过的路程尔。伊较重要的记载有一寡代志发生，就是遮有色彩的地点比如讲。伫菲律宾吼，伊过去伫遮吼，伫这所在伊有踮伫遮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伫转来这旅程你也注意甲看，伊拢是行海岛吼，行海岛遮遮有一寡代志发生伊有所伫遮吼，伊无过入去伫伊有所吼，这是值得咱去思考的物件伊怎样来甲遮伊有所的长老讲话安尼啦吼。所以伊真重要，伫即个所在来劝勉遮伊有所的门徒吼。当然咱看讲前摆有讲到，伊有所的地方的人士，因为伊的宣教阻碍着因的遮个宗教成立的时阵，即个做人像的来招逐个去甲伊抗议吼。咱前摆有看到迄个因的竞技场是半圆形的吼，面对即个海洋，伫遐几万人伫遐咧聚会，伫遐抗议吼。了后，保罗就选择离开啦吼，伊就往马其顿去吼，所以伊嘛是认为讲这是是非之地吼，伊嘛感觉讲无爱搁甲遮有一寡交叉，这也是伊伫回程的中间为虾米会去行海岛吼？咱讲跳岛旅行啦吼，一个岛跳过一个岛吼，因为伊最主要是要来闪避。甲遮个以弗所的人吼，搁有一寡交叉吼，咱后壁会经文会去讲着啦吼。好，所以伊就离开遐了后，伊就行遍迄带的所在。虽然伊毋是讲真重要伫遐踮真久的时间，但是伊只要有经过。伊就会去甲遮个信徒、基督徒讲一寡鼓励话，然后伊就伫希腊吼，希腊大概就是雅典，也是咱咧讲哥林多教会，伊伫迄个所在住3个月时间啦吼。伫遮住3个月时间一般咧讲伊伫遮写罗马书啦吼，嘿咱后壁我会搁讲到伊伫即届的中间有写的遮个批信吼，会搁甲大家讲啦吼。所以保罗伊就坐船要去伫即个过
亚细亚过去，即个咱讲马其顿啦吼，也是讲希腊吼，啊，伊对到希腊住3个月了后，伊本地要伫希腊直接坐船转去伫叙利亚，吼，即个，但是呢，迄个我一直即个旅程的中间一直甲咱讲的讲，犹太人是一个真重要的阻碍啦吼，所以伫遮伊有发现啊，犹太人有计划要甲伊杀害。所以伊就搁倒转去伫马其顿，然后开始做即个跳岛的旅行吼，安尼吼。咱大概即个伫头前10到60真短时间，伊写着即个伊即个部分安尼啦吼。当然，希腊是真重要，保罗伫即个所在所要去的一个宣教地点，因为伊第2摆旅程中间伫遐建立几间教会，吼，像讲泰萨罗尼加啦，吼，腓立比啊，等等，遮拢伫马其顿，啊无伫雅典、哥林多是伫即个希腊，吼，即个所在，吼。啊，真有可能伫即个时阵，伊就写批互罗马的基督徒，吼，拄则有小可讲着，吼。然后咱知影讲伊想要坐船转去伫叙利亚，咱咧讲叙利亚就是耶路撒冷吼，咱大概伫圣经咧讲即段，大概迄个较重要地名，咱大概知影伊咧讲倒位安尼啦吼，啊，有一寡人，即伊讲犹太人犹太人，你若看到伫使徒行传讲。一寡犹太人吼，对犹太来，即个犹太咧讲倒位，嘛是咧讲耶路撒冷吼。咱大概知影伊咧讲咧表达的物件吼，的话术是虾米货吼。好，所以伊佫踅倒转去吼，踅倒转去。伫使徒行传内底吼，无讲到保罗做一项足重要的工作，其实这是伊第3摆旅程中间足重要的一项事啦，募款吼，募款。使徒行传无讲着吼，但是咱看罗马书15章25节，伊遐讲吼，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吼，供给互即个圣徒啦吼，因为马其顿甲阿该亚的人愿意来捐献吼，要互耶路撒冷圣徒中间会送香的人这是因欢喜的吼，其实嘛是因所欠的债，啥物债？咱讲福音的债啦，吼，福音的债吼，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伊有派几个同工去无共款的教会，吼，去无共款的教会遐，所以因伫即个所在就来奉献吼，伊就早转去伫耶路撒冷。咱到落尾讲到保罗转去伫耶路撒冷的时阵，也佫会讲到即项代志吼。好为什么保罗需要为着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是讲送香人，马其顿甲希腊教会遮的基督徒来募款？圣经嘛无甲咱讲原因啦，吼，当然拄则咱咧读的圣经罗马书中间有讲迄个是送香人吼，但是犹太地嘛家己有好个人吼，嘛有教会吼，是毋是因为耶路撒冷欠缺呢？当然毋是最主要原因啦吼。有一个圣经学家感觉讲，保罗甲巴拿巴的迄种外邦使徒，伊伫第1届宣教旅程了后，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就受到确立啦吼。因为即个因遮的使徒，因基本上就已经有去讨论着讲外邦的基督徒无需要受割礼吼，即只的代志，因已经有一寡。因的地位顶悬，也是讲因有一寡宣教方向、教会制度的方向已经有真确立啊，吼。所以因两个即种外邦使徒的身份，其实已经真清楚，吼。这嘛是因第2摆开始去出去了后，因家己行家己的，嘛是因为因有即种的身份，所以因受差派出去，吼。真有可能保罗想要透过即种的奉献来建立外邦教会甲使徒传统即种的关系建立啦，吼，就是讲因第1届出去，也是讲第2届出去去建立遮个教会，甲使徒拢无关，只有因出去了后才倒转来的素质，
去甲因讲哦，阮做啥物代志，啊建立啥物教会，啊去甲遮个使徒去分享尔定。但是事实上，教会甲教会内底无有任何的连结啦吼。啊，真有可能吼，这嘛是圣经学家咧用尔定啦吼，就是讲保罗毋茫透过安尼关系会当表达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的尊重吼，所以拄则咱看迄经文讲啥，这嘛是因所欠的债吼。咱拄则咱有讲过，这是福音的债吼，即种母会囝会迄种的关系，所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安尼吼。哥林多后书第9章12节到15节，保罗伊安尼讲，因为办这个降级的事，不但保圣徒会欠缺，嘛叫一侪人愈来愈会晓感谢上帝，因对即种的降级的事顶悬得到来迄个标记吼。知影恁承认基督，顺服伊的福音，济捐钱，互因的证人，着归荣耀互上帝吼。因为安尼上帝极大的恩赐伫恁的心内底显现啦吼。嘿，真歹势，因为我有改版本吼，所以迄个字拢走出去吼。好来。伊直接讲感谢上帝，因为有讲不尽的恩赐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保罗真有可能伫哥林多教会募款，并毋是介顺利，所以伊伫遮才会去讲着对哥林多教会讲着即个捐献的代志吼。咱嘛捌读过，就是讲伊讲恁进前有计划吼，1年前有计划这1年恁若无有即个奉献吼，伫即个所在吼，伫哥林多后书第9章即个所在所讲着吼。所以伊伫即个所在有强调迄个奉献的教育教示，恁讲几冬吼，安那有讲无行动啦吼。敢若咱前礼拜伫主日的讲道中间讲着迄个细汉囝安尼吼，好，无问题但是事实上伊都无去安尼吼。基本上哥林多教会可能有安尼的问题，嘛因为安尼，所以伫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所读的，伊找几个同工出去，迄中间无有哥林多教会的代表吼。好，遮伊讲着同行的人吼，有遮的人吼，即几个人是伊派出去甲伫即个教会，也是讲伊伫遐咱咧讲收遮个奉献转来伊一个代表吼。当然因无甲保罗做伙行，但是保罗找因先出去吼，这是伫第4节遮所讲的吼。所以为什么需要汉济人？这个甲咱拄则咧讲的募款收奉献足有关系啦吼。但是就是讲伫路加咧写使徒行传的中间，对即个代志伊无讲介济吼，无讲介济，只有讲着遮个同工的出现安尼尔定吼。拄则有讲吼，哥林多教会可能无有代表，因为因有热心有疼心，但是无有行动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嘛，已经真清楚吼。好，第5节甲第6节，保罗先找因出去吼，伫特罗亚先等因吼，到过即个度假节了后，伊讲，阮对菲律宾飞船5天后，到即个特罗亚吼。甲因会合，咱注意看即个地点哦吼，即个地点已经保罗，咱看第5节、第6节尔吼，保罗已经行倒边啊吼，所以伫咱咧看讲伊去即个马其顿甲希腊住3个月，经文无记载介济哦，足短就安尼就煞过啊吼，等到较长的经文拢放伫亚细亚西南边即边，遮几个岛甲即个以弗所的长老见面讲的遮个代志，记载较济吼。所以咱若注意看菲律宾伫倒位？菲律宾伫马其顿内底的北边吼，菲律宾就是伊伫欧洲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吼。伊就对迄边转来，所以这是已经行回程啊。特罗亚是伫亚细亚吼，特罗亚是伫亚细亚，所以咱知影已经行倒转来的路程啊啦吼。
所以保罗先找遮的同工先转去到伫特罗亚来等候伊。路加嘛无甲咱讲为甚物原因要先走吼，嘛真有可能伊有所阁有动乱，也是安怎，咱拢毋知影。但是就是讲，伫遮有记载讲，新帝是记载就保罗已经结束伫马其顿甲希腊遮的工作，然后就倒转来吼，因着伫迄个所在会合了短一礼拜的时间伫遐吼。所以咱会通拄则已经讲诶吼，讲菲律宾开船5天到伫特罗亚吼，即个就是已经回程，伊开始要往耶路撒冷诶所在。咱拄则有讲伊本地诶计划是要对希腊，可能对雅典即边，就要直接坐迄种大正船啊，直接开转去伫迄个叙利亚。但是因为犹太人有计划要来陷害保罗，所以因就搁改变计划。倒转去伫马其顿，就是咱讲菲律宾遐，然后因就坐船，搁倒转来这特罗亚吼，迄个所在坐船较短可能较细只船安尼吼。好，因伫迄个所在有拄着一个代志吼，就是讲伫以弗所诶即个问题诶时阵，咱会当看伊讲即个问题带来因落尾。对以弗所嘛，真正惊吓啦吼，所以咱伫迄个16章迄个所在已经有讲着吼。好因伫这个所在来到对菲律宾转去到伫即个咱讲亚细亚即个部分的时阵有一个经文的记载无共款。咱伫第16章的时阵有看到路加出现，所以伊的记载方式讲我们啦吼。但是了后伊阁有一段时间阁讲我，到伫20章第5节阁开始阁讲一解我们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基本上因有可能路加有一段时间嘛无甲保罗做伙吼。这是圣经学家对伫希腊文的圣经所咧研究所大概知，但是无影响咱咧看使徒行传的记载，不过咱就是大概了解者吼。较重要诶，甲保罗做伙行伫即个第3摆旅程的中间，保罗、西拉，然后阁有提摩太吼，然后阁有路加，表示路加嘛伫迄个中间吼，伫迄中间甲因做伙行吼。好这是圣经学家咧讨论的吼，就是讲路加真有可能吼留伫菲律宾，也是到以弗所，无法度知影啦吼。但是就是讲有一段长的记载，就咧讲着因，也是讲伊无搁再讲，我们安尼吼，伊用他们，用迄个代名词有改变吼。这是咱咧讲较斟酌的研究圣经的一个讨论啦吼。但是像我拄则讲无影响咱对整个保罗的行程的了解安尼吼。好尾当然因着搁做伙行吼，做伙行。对特罗亚了后，就开始即个保罗就行一个跳岛的行程啦吼。因到伫特罗亚，因保罗带遮的同工做伙食饭，因讲彼此波饼，做伙擘饼。咱现在若去讲到彼此波饼，咱会直接会跳入去伫圣餐吼。但是咱知影犹太人其实因普通的食饭，就是会擘饼吼。我毋知咱有机会去迄种阮伫加州有足侪迄种中东的迄种超级市场吼。因的入口就有迄个面包店，因就拢会卖迄种中东咧食的饼，大块呢，超遮大块，差不多要到3尺长安尼吼。所以因要食迄饼，就是爱用力，力也较笨啦。所以因普通时啊食饭，因就是拢安尼擘饼分享吼。当然，咱伫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后，咱就甲即个擘饼直接就跳去圣餐吼。真有可能是普通的爱宴嘛，真有可能伫迄个所在有接受圣餐的意义。咱无介清楚，不过咱嘛真愿意甲伊想讲，保罗就是带领因来领受圣餐，因为伫哥林多
保罗就有讲到圣餐的礼仪。咱即马咧守圣餐的时阵，牧师咧读的迄吼，就是用对哥林多保罗所讲的话啦吼。嘿，但是咱大概知影，就是讲，迄是因的生活的习惯中间的一项代志吼。了后，保罗伫迄个所在来讲道吼，就是讲伊最后一届访问即个特罗亚，甲因门徒做伙聚会，分享做伙食饭，并且伫遐个所在来讲道，因为伊就过工就要离开啊，嘛可能因为安尼，保罗家己认为讲伊要离开啊，过来都无机会啊，所以吼一讲袂煞，讲到当时讲到半暝啊，发生一项代志。这项代志就是保罗所行的新约中间一个真重要的新约。但是咱即马来看的时阵，计实嘛毋是新约，因为保罗甲讲，甲边的人讲吼，伊无死啊，伊咧困定定安尼啦吼，嘿，结果伊连伊就活起来。但是这有一寡对旧约引来的这个先知角色的意义伫咧内底吼，连伊咱则过来讲啦吼。所以，迄个少年仔，伊坐伫迄个三楼的窗啊，真有可能内底听保罗讲道安息主怀的介侪人啦，拢困去啊，因为半暝啊嘛但是就是即个青年，伊坐伫窗仔边，伊坐伫窗仔边了，拄久单摔落来，摔落来。因当初是人就讲，伊死去啊。保罗就紧紧马上落去楼骹。甲伊抱了，讲伊还阁有咧喘气，后来天光了，保罗就离开，众人甲迄个活跳跳的，中文讲活生生啦，咱台语讲活跳跳的即个油推鼓甲伊送转去安尼这是一个新约啦当然互逐个得着安慰，上届无有一种迄个安尼敢足遗憾的代志发生伫迄个所在其实保罗的方式并无科学，咱若照即马的极少的了解来讲一个人对悬悬摔落来你会当遐动无？你袂当遐动啦。伊真有可能骨头断去，伊嘛真有可能有脑震荡现代科学的急救法讲你袂当甲动但是保罗伊甲抱起来咧这是一个旧约的信心啦咱对以利亚甲以利沙的身上来做一个连结啦咱看以利亚保罗拍伫即个油推鼓的身上，亲像以利亚拍伫迄个死去的囡仔的身上列王上卷17章21节，我伫荷兰的资料内底有写着这过来以利沙嘛有列王下卷第4章34节，以利沙拍伫迄个思念的女子的囝的身上是毋是路加有意思，甲保罗所做的这项代志，甲旧约的先知做一个连结无？这真有可能啦因为伊所做代志嘛是共款，而且拍伫伊的身躯顶了，起来甲讲啦，伊佫咧喘气连伊就好势啊，无代志啊安尼好。这个代志结束了后，保罗就开始佫往后一站去行伊第三摆出外宣教中间，伊本来要对希腊嘛但是无，伊即马就是对到伫特罗亚了后，讲道发生迄项代志，佮行新约了后，对亚述开始，就开始迄个进行一个真特别的行程照讲即段的行程，伊拢坐细正船第一个，因为伊的距离无远第二个，拢细的海岛细的海岛就是有细港，所以可能无大正船所以伊就用安尼为虾米要安尼？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敢若感觉读着即段足像咧看到即卖迄种情报员的迄个片啦你知影情报员若要闪人咧入就安那，一直换车，一直换交通工具安尼保罗感觉有小可亲像安尼要闪避遮个犹太人对伊的追入安尼所以因将近10个人对菲律宾到特罗亚，虽然无做伙坐船，但是分配安尼
真正足像即摆迄种情报片安尼啦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了后，做伙待一礼拜久，就开始对索去，然后有去迄个伫岛顶悬，伊拢有短暂的时间伫迄个岛的顶悬安尼吼。所以咱会看会讲，伊伫即个所在有来伫遐踮，有看到保罗伫迄个所在有一寡甲遮个信徒有交往的一个时间安尼吼。我实在是袂当用即个版本，小可影响着吼。好，伫新约的时代呢，这个属伫迄个美西亚神的一个商港吼，细细啊一个商港，当然伊嘛有一寡希腊的影响伫即个所在吼，伊伫即个亚细亚正城内底，互人称作上庄严的一个城啦吼，即个亚述吼，即个亚述吼，就是咱看去吼，就是特罗亚的下骹即个第七号吼，第七号吼，即个所在吼，伊就开始对遮就开始跳岛，你来看亚述了后，过来就是即个米推利尼吼，这就是一个海岛，这特别吼，这就是一个海岛啊吼，嘿，好。即个咱会当看见即个亚述的遗迹啦吼，听因讲就是讲，当初是伫遮建城的时阵是足雄伟吼，伫小亚细亚是一个真重要的城市啦吼，咱嘛看有即个希腊的即个神庙的即个古迹伫即个所在吼，好，了后伊就去对米推利尼吼。当然，圣经伫遮嘛出现，敢若即摆尔，这是一个经过的所在吼。米推利尼了，就去到伫基阿吼，基阿吼。米推利尼吼，嘛是一个不哩重要的一个城市，嘛有真济的建筑伫咧吼。咱看伊这个图，伊嘛有做一寡考古的研究伫遮吼，嘿，嘛有这个剧场啦吼。了后去基亚吼，基亚的所在其实嘛是共款吼，就是保罗一方面要得闪犹太人的对入，一方面故意要摒开以弗所吼，其实就是讲，伊当初是要对希腊，咱咧讲雅典迄个港直接坐大船转去叙利亚，是要摒开以弗所吼，因为伫迄个所在出代志。但是了尾佫发生伫犹太人咧对入伊的时阵，变做伊着爱闪两个会造成伊的阻碍的人啦吼，所以伊着选择安尼吼。无你来看讲，伊第二摆也是讲伊即摆伊来的时阵是对这个陆地安尼对这个所在来对无？对这个所在来吼。伊若对遮长去无介紧嘛，伊着即摆变做讲坐船。一个岛，佮跳过一个岛，佮萨摩，吼，佮来遮吼。米利都咱连咪会用讲较济，伫即个所在吼。好，拢真水的海港啦吼。咱知影伫地中海啦、爱琴海遮吼，拢真水，伊的海也真水，伊的厝这吼，拢白壁红厝顶的吼，这是咱大家印象中间知影即个希腊的景色啦吼。你会当看伊讲，遮基本上拢细只船啊，无迄种大只船啊，会当行较远的即个距离的即个船啦吼。好，嘛经过萨摩吼，萨摩斯吼，伫即个所在。共款就是讲，即几个城市拢是保罗安尼来讲。无计划中间为着要得闪犹太人的对入，又着无爱阁去是进入伫以弗所，还是互以弗所的人知影讲伊阁来啊吼，有一寡扰乱伫诶吼。咱知影伫19章的记载，伊伫遐拄着真大的扰乱吼，就是第三摆旅程的头前半段安尼吼，伊行诶搁有麻烦伫咧，所以伊就着开始安尼来用即个真辛苦的方式来行回程啦吼。
这当然，这小岛古早嘛是拢有一寡军事交通建设吼，这是现在啦吼。现在咱就有看到才有大船啦吼，才有大船吼。古早是毋是有，咱就毋知影吼。好，米利都吼，米利都，咱今仔日来用较侪时间来讲即段发生的代志吼。即段发生的代志就是保罗甲伊去呼召遮以弗所的长老来到伫即个所在，甲因所讲的话吼。伊离以弗所大概52公里啦吼。伊要到伫即个所在时阵，第一个目标，伊就是要避免过一届的冲突吼。所以伊伫咧去的中间，伫遐住2冬，引起侪侪人甲抵抗，闹代志，所以了后伊就离开，伊就前往马其顿甲希腊，然后伊即马倒转来时阵，伊就想办法避免即个冲突，所以伊请人去请即个以弗所的长老来到伫米利都遮来甲伊做伙讲话。保罗伫即个所在20章18节到35节，算不哩长的一段的经文来甲因劝勉吼，来甲因劝勉。咱会用较侪时间来讲即个部分啦吼。咱看到保罗安尼甲因讲吼，即足重要是咧讲到一寡异端的代志。伊讲我知影我离开了后，有凶暴的豺狼要混入去伫恁的中间来伤害羊群吼。就伫恁的中间也有人会造谣来讲白贼吼，有迄门徒去跟对因啦吼，这就是咧讲异端的代志吼。伊邀请遮个长老来，当然伊就是要甲因劝勉，做一寡提醒吼，做一寡提醒。咱看伫15节、17节，伊伫迄所在咧讲的，伊就请人吼去找以弗所教会长老来吼，伫这个所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20节讲，以拉都会遮哥林多带落来吼，特罗菲伊伫迄个所在，特罗菲摩吼伫遐来看病，我互伊留伫米利都吼，所以伫即个是真重要，伊伫遮经过的一寡记载，咱所知影的吼。所以伊伫遐来劝勉遮个长老，讲因服侍上帝，着爱谦卑吼，爱来讲流泪耕耘啦吼。伫即个所在。保罗伊也劝勉因着爱来，互因会通经历遮个试炼吼，互因会通赢过遮个。然后呢，伊佫甲因劝勉讲吼，对伫信徒有利益的代志，着爱安那，爱去讲，毋通歹势讲啦吼，毋通歹势讲，无论是咱咧讲的渎职啦吼。也是讲伫即个教导顶悬吼，保罗着劝勉因着爱好好来讲遮个吼。伊也即个犹太人也是希腊人来证明来上帝来悔改，爱靠主耶稣来倚靠主耶稣，这是21节。22节讲到啥？讲伊是转去伫耶路撒冷的心吼，不离迫切吼。虽然伊毋知影会拄着甚物款的代志吼，23节伊就讲吼，圣神吼有甲伊指出讲，伊会拄着困迫以及患难啦吼。但是保罗第24节就讲着讲，伊无掠伊的性命做重要，伊要来完成上帝所予伊的即个呼召，还是讲迄个职事啦吼。第15节伊就讲，以后无搁再会当看到因安尼吼。伊讲26节到27节，伊就讲吼，罪无伫我啦吼，因为上帝的旨意吼，伫保罗已经尽力吼，伊嘛拢照实来劝勉啦吼。28节讲圣神所立的即个监督吼，我大概先重点小可甲咱讲者这几个经文我后壁会去解释较清楚小可吼。伫即个所在伊有讲到遮个咱讲异端，也是讲错误的教导吼。伊嘛爱叫因爱警醒啦吼。爱叫因家己爱建立
吼，叫因袂当贪爱钱财，吼。保罗也讲，伊嘛伫即个所在做真好诶模样，真济需要诶人，吼。35节后壁面讲到一个真重要诶教导，咱真熟诶，就是互人诶比甲人体搁较有福气，即个代志，吼。好，我搁较仔细来分几项代志来讲啦，吼。伊讲你着爱无惊吓，是讲莫感觉歹势，爱去共劝勉啦，吼。所以经文伊安尼讲，你们知道，自从我来到亚细亚省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和你们相处，在谦卑和忧伤中侍奉主，又由于犹太人的谋害，经历了许多磨练啊。你们也都知道，无论在公共场合或是你们个别的家里，在我宣讲和教导的时候，只要对你们有益的，我都没有保留啊。这个真重要，就是讲劝勉，袂当感觉讲这讲了会去伤着伊无啦，还是安怎啦？吼，保罗咧讲，恁的劝勉就是爱照实讲，伊好咱亲像一个真重要的、真确实的一个先知的角色。上帝交代伊讲的，伊就安尼来讲吼。所以袂当安尼咱讲语带保留安尼啦吼。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嘛，劝勉因着爱悔改。伊讲，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拢真心中来苛刻因着爱悔改，来转向上帝并且信咱的主耶稣基督吼。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拢着爱劝勉因来悔改，这是基督徒上基本的要求啦吼。过来，第22节甲25节，伊伫遐表达的中间。伫遐咧讲着伊，搁一摆讲着伊顺服圣神。咱知影伫第二摆诶路程，伊为虾米会去到马其顿甲希腊，就是因为圣神不准伊搁伫亚细亚，爱伊去马其顿。咱讲马其顿的好声吼，所以顺服圣神是保罗伊后壁段的人生，伊咧做诚做上帝仆人的一个咱讲的准进吼，所以讲。伊伫遐嘛劝勉伊讲，亲像伊啦，伊讲我要顺服圣神，我要去到伫耶路撒冷，吼。这个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伫即段中间，甲前后，咱会去看到有无共款的圣神的感动，吼。圣神感动以弗所的长老，感动其他的同工，吼。感动伫即个推罗的同工。感动一个先知，甲伊讲过毋好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的感动是啥？保罗的感动是爱去耶路撒冷。即两大类的感动是互相违背哦。到底什么人的圣神的感动，较是上帝真真正正的感动？我想伫这中间，咱会当去看到保罗伊安怎甲咱启示吼，着要安怎来操作吼？伊讲我毋知影伫遐咧指耶路撒冷啦吼，即个遐咧指耶路撒冷吼，伊顺服圣神要去耶路撒冷，毋知伫遮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我只有知影讲，伫逐城市，你注意看即句话吼，伫逐城市圣神拢指示我，吼，圣神拢指示伊。有感觉甲灾难咧等我，伊真清楚知影伊头前的路毋是遮尔好行的，所以讲伊伫迄个所在讲到顺服圣神的时阵，伊佫讲到后壁24节所讲的，我无珍惜家己的性命，伊所顺探的圣神的目的是要完成伊的使命。咱讲这个使命是啥物诶？是使徒的责任，使徒所领受的命令，就是主耶稣交伫伊的手中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伊看重这个物件，25节伊讲，我伫逐位的中间，甲大家来往宣扬上帝的主权。现在伊知影打了后，袂阁甲恁相见啦吼，恁袂阁看到我吼，所以伊等于是伫遮甲大家安那
永远离别的这个过时安尼吼。所以保罗伫遮真强调，伊是顺服着圣神的带领。意思就是甲遮个人讲，恁无需要甲我阻挡，因为伊真清楚伊家己的呼召是啥物话。无论头前会拄着甚物款的困难，就算是爱丧失性命，伊拢甘愿前来行啦吼。我拄则有咧甲连长咧讲，我有甲耶路撒冷的代志藏伫咧后壁单，甲保罗受掠的代志藏做伙，就是因为迄甲后壁伊去罗马宣教有关系吼。受掠的代志，甲伊去到第4摆的旅程即个吼，所以伫伊要去耶路撒冷所拄着的代志，我相信圣神有去感动伊，伊足想要去伫罗马。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关键，伊真有可能安尼当去吼，所以伊就真坚持啦吼。虽然伊嘛知影讲去到伫耶路撒冷所拄着的这会共苦难吼，保罗伊就表示讲，伊毋是看重家己的性命，伊决志要来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顺道吼，来遵照主的权柄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啦。我想。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吼，咱要安怎来行？时常咱拄着困难，咱就会安怎失去信心？咱拄着困难，咱就讲无归去买好啊，吼。咱真侪时阵会安尼啦，吼。好，然后伊也劝勉遮诶以弗所诶长老，就讲爱担当家己诶责任，吼。伊讲，所以我今仔日心中甲恁讲，恁中间有人会沉沦。吼，做无伫我诶中间吼，因为我已经无有保留将上帝诶旨意来传互恁啦。既然传互恁，就是讲恁家己爱担当家己诶责任嘛。因为伊过来，伊真有可能就无法度去见着因啦吼。所以保罗对基督徒诶提醒，就是爱因来接受家己诶本分。保罗嘛将即个救恩介绍互因啊，因必须爱来为着家己来受即个责任。过来就是讲，看免因爱谨慎啦，吼。伊讲恁着爱谨慎，爱为着圣神所托付恁的照顾全群的，吼，遮诶信徒，吼，爱真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借着伊家己的囝的死所挽回。所以对即句话，咱嘛会当看去讲是安怎，迄个关系是遐尼啊重要。伊有咧讲，这是因所欠的债，吼，就是讲。这是上帝所赏赐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恩典吼，所以伫这所在也见讲咧照顾上帝的教会时阵爱真谨慎吼，爱真谨慎了后就讲到这个异端伫因中间啦吼，这个异端咱后壁会去来解说是虾米款的异端，到底是咧讲虾米话？伊讲香柏的豺狼要混入恁的中间，这个香柏的豺狼。真有可能是犹太人，真有可能是希腊的思想吼。伊讲伫遐造谣来欺骗吼，造谣欺骗吼，诱惑遮个门徒去军队因啦吼。就是恁的中间有人会安尼来做吼，所以因着爱警醒吼，爱警醒吼。其实这3年来，伊怎样用入迷来劝勉吼？倒位有3年呢？咱知影伊去到伫以弗所拢总有2年的时间，吼。伊了后伊搁伫逐所在行，伊伫希腊大概3个月，但是事实上伊去以弗所进前搁有一寡时间吼，伊可能伫整个即个第3摆的旅程的中间有遮尔长的时间啦吼，所以伊就安尼综合来讲吼，因为伊去到伫。无共款的城市，伊有缘写批互无共款的这教会会咧劝勉吼，这拢包含伫迄内底吼。总共大概约略是3冬的时间，好，得爱谨慎啦吼，伊就是伫迄所在咧讲着爱注意遮诶错误的教导吼。这异端是啥物诶？一个叫做灵智派诶啦吼，灵智派吼。伊这个灵智派诶主张就是讲。耶稣吼，耶稣迄肉体是假啊，伊重视迄个灵魂啦吼，无相信耶稣道成肉身啦，无承认耶稣捌死过啦吼，
因主张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伫天顶的、高高在上的，无有肉体。所以圣经内底福音书咧讲的人子耶稣，伊拢完全好人啦，吼。大概是大概简单来讲，就是即派人就是咧主张安尼啦，吼。伊讲嘛相信人会当借着智慧了解宇宙，会当对物质的世界中间受到拯救安尼吼。这无可能的代志，咱嘛知影咧吼。但是对因迄派人伫遐嘛做真济教会内底的问题吼。伊将遮一佛所的教会长老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啦吼。当然，一方面讲因家己爱负责任，但是一方面嘛交代即个遮个长老家己真细致，伊嘛交托因伫上帝的手中。真有可能就是讲因会拄着一寡艰难，因的信心有可能无够，所以保罗伫遮伊就讲，伊会通坚定恁的信心吼。伊阁将家己的子民所准备的即福分来赐福因吼。所以意思是讲，恁家己爱负起责任，另外一方面爱安怎爱倚靠上帝啦吼。咱讲较白话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伫迄个所在有一寡宽免，有一寡提醒，一方面也为着因祈祷，将因交托互上帝，因为因将来所要面对的困难，真有可能因的气力做袂到。保罗认为上帝祝福对两方面来吼，一方面是对地上人的信心，就是倚靠上帝；另外一方面是对顶悬来，就是上帝甲因将来所领受的祝福吼。后壁咧讲到道德的标准，对33节甲35节啦吼。这个中间是对伫迄个服侍伦理顶悬吼。伊伫遐来为什么会去讲到这？其实应该是有哪有人对伊有误解吼。所以伊伫遐来说明，伊讲我从来无有来贪心任何人的金银甲衣服。咱知影吼，衫伫古早是足值钱的吼。有钱的人才有迄个外袍，普通的人拢干那穿一领长袍安尼尔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保罗伫这个所在讲到金银甲衫，这拢是贵重的物件啦吼，贵重的物件。所以伊讲伊无有贪，当然这会当甲头前咱所咧讲的，伫第三届的旅行的中间。伊有一寡同工是去收集各教会的捐献，要早转去伫即个耶路撒冷，伊伫遐游玩，伫遐来甲因说明。即互咱想啥物呢？想到咱知影伫台湾中部有一个某一个县的县长，伊安那同摕啥物呢？摕大地动的迄种捐济的物资。去互甲判450担，吼这就是安尼啦，就是讲，逐个人的疼心放伫你的手中，你无好好去做代志，利用这来贪图家己的利益，吼。保罗伫遐讲，伊无安尼做，收遮的物件，伊真清楚就是要带伊转去伫迄个伫耶路撒冷来赈济耶路撒冷的送养人，吼，所以。34节，伊就搁进一步来解说。伊讲：恁家己知影，我用这双手工作来供给我甲同工的需要。好，来甲咱考试。保罗伊的本业是啥？咱知无？会记得无？咧做布棚的有无？伊拄着一对翁仔某对罗马来，啥物人？毕基拉、阿古拉吼，因嘛是做布棚的，因做伙。所以基本上严格来讲呢，保罗毋是一个专职的侍奉者，伊是啥物？伊这叫做代职的侍奉者。吼，伊家己有事业，会当家己供给伊家己的生活，伊家己有一寡资金，佫会当供给着同工的需要。所以伊安尼要表明啥物？表明讲我无需要去偷摕这物件。无需要贪心，伊不但安尼，佮家己所赚的囡仔，佮捐献出来，吼，伊所咧讲的真清楚，是即个部分，吼。所以35节伊讲，我伫逐项事顶悬，互恁留落好的模样，恁应该亲像安尼来温群做工，来帮助软弱的人。后壁并着讲的讲，
互人诶比甲人体佫较有福气啦吼。所以这是保罗伫遮咧声明伊诶道德诶标准吼。啊，当然我拄则已经讲着，这甲伊即逝去到伫马其顿希腊诶正教会募款是足有关系。伊伫遐来说明，伊财务清楚，伊公私分明吼。啊，袂当因为教会领导者是讲服侍者来即咱讲徇私啦吼。最近伫台湾选举诶中间有真侪讨论吼。啊嘛有咧讨论讲寄生吼，有诶人就吼寄啊伫遐来利用因诶权势关系来得到私人诶利益，所以伫即个中间伊咧提醒，伊有所教会用伊家己讲，我做真好诶模样互恁吼，所以伫遐来伫遐提醒，然后讲降级同工诶需要吼，基本上咱拄则讲，伊是一个代志诶服侍吼。虽然咱知看伊咧用足侪时间咧传福音诶吼。但是咱知影伊迄个工作迄个技术，有可能随时拢用会着，啊，伊就伫遐来趁钱，来降级家己诶需要，佮降级一寡同工诶需要吼。所以咱伫即即个使徒行传第18章诶时阵，看见伊拄着我拄则讲诶吼，阿古拉甲毕基拉即对夫妇吼，对罗马来吼，因是共款做即个布片做布片，因来维持生活，嘛做伙做工做生活诶工，嘛做伙做福音诶工吼。所以即对夫妇对保罗诶即个宣教甲生活来讲，嘛真重要一个同伴啦吼。这是保罗伫遮搁一解说明诶代志吼。所以伊找派这同工去各教会鼓励捐献以外，伊家己嘛愿意将所得到诶来提供出来，互遮个同工呀。换一个角度来看诶时阵，咱会当发现保罗有安怎指点，就讲当初是有一寡教会，亲像哥林多教会。讲较真热切，但是提袂出来吼，无愿意提供使徒生活顶悬诶需要，所以保罗伊才需要捐献出来吼。咱伫迄话中间，咱大概看出当初是有一寡问题伫咧吼。当然这是初代教会拄咧建立诶中间吼，所有诶问题。保罗嘛，家己讲伊留着真好诶模样，要互因来学习，会当温群做工，并且帮助需要诶人。好，这施比受更为有福，到底是虾米人讲诶呢？保罗讲这是主耶稣基督诶话，但是伫福音书内底无即句话，吼，福音书内底无即句施比受更为有福，无吼。真有可能保罗伊对伫耶稣所讲诶一寡假事中间所整理出来，家己讲出来会安尼话吼。我引几个经文。比较较接近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吼，比如讲耶稣伫山顶的教示，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得到怜悯吼。再来，马太福音第5章42节，有人要甲你讨物件，你就互伊；有人甲你借什物钱，你就借互伊吼。再来，路加福音第6章38节，互人的上帝会赏赐互你，并且用更较大的牛刀拿药拿刺尽力来互恁炸走，即句较像嘛，有无？施比受更为有福吼，就是这施予别人，上帝就会施予你们，且用大声抖，有无？施比受更为有福，安尼。大概这3个经文，耶稣所讲的比较较接近啦吼，较接近伫这个保罗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所在吼。36节到38节，讲这话了后，保罗就甲因全部拢跪落来祈祷，大家拢哭，甲伊揽咧，甲伊枕，甲伊来相时，因为因知过来就看袂着保罗吼。伊讲等了后，袂搁再看着我吼。对遮个长老、遮个同工，保罗遮个学生来讲，因是特别的伤心吼，特别伤心，跪落来祈祷。
伫第3摆旅程中间有记载2摆，咱伫后壁会去讲到吼。就是伫咱咧讲诶推罗迄个所在啊，伊遐东港嘛，保罗甲因跪落来三角祈祷吼，咱后壁去讲，过来伊就是甲因来相视啦吼，我用中文用诀别吼，诀别就是讲无搁再相见啊啦吼，无搁再相见吼，这对因来讲是一个真伤心诶一个时刻吼，伫遐甲伊相视吼。保罗清楚伫遐来讲，伊决定要顺服伫圣神的带领来往耶路撒冷来行，无论头前会拄着甚物款的困难，伊拢勇敢壮胆来行。这是保罗甘心乐意行这条顺道的路。我有看无共款的圣经学家的讲法，照讲上帝无爱。毋是爱保罗行这条路，但是保罗伊家己愿意行这条路吼。但是圣经甲咱讲，保罗伊讲啊真清楚，伊是顺服圣神的引带吼，是顺服圣神引带。好，伫这个所在了后，伊甲以弗所的长老相视了后，保罗又搁开始跳岛旅行，对哥士、罗底甲帕达拉。这3个一个去，共款，这3个所在嘛是拢出现一概伫这个圣经的中间定吼，而且共款伊就是为着要避免甲以弗所的人，嘛要避免甲犹太人吼的这个对入，所以伊就伫这个用这种方式吼来离开安尼吼。即马较大的问题是安尼啦吼，就是讲照考古学的研究，帕达拉是一个小岛，敢若有细港，无有大正船。伊敢是真正对正出去吼？这是圣经学家所咧研讨的啦吼，就是这个所在吼，因有提供。一个小港啦吼，一个小港尔，因有提供另外一个城市伫边仔遮啦吼，OK， 咱大概搁回顾一下吼，伊的迄个跳岛旅行吼，较中这个大站就是米利都，伊甲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见面遮伫11这个所在吼，以弗所是第2吼，离50几公里尔定吼。这个所在离50几公里尔，伊尽量就离湾海边遮吼。好，米推利尼第1个吼，过来基阿、萨摩3个跳岛了，来到伫米利都，过来了就哥士、罗底甲这个吼，伫这个所在帕塔拉吼这个圣经释义的册安尼讲啦吼，有。另外的西方的抄本，圣经的抄本有加一个和美拉美拉这个伊讲伫这个帕达拉的边啊，佫有一个美拉，伊有大的港口，是当初时大正船咧开航去较远的所在，拢是对美拉开始出去的帕达拉无有即个记载安尼啦吼，大概互咱大概知影一下吼，真有可能就是敢省略去，都无讲着吼，就是敢若去坐船安尼尔定吼，所以大概有看到资料，互咱小可了解者，但是这甲真理无关系啦吼，甲救恩无关系，吼这是圣经学家因的研究啦吼。使徒行传27章第5节甲第6节有提到这个港吼，这个港吕家的美拉啦吼，伫这所在吼，大概互咱知影一下吼，好第21章第3节到第7节的时阵，讲到这个保罗因坐船要往泰尔吼，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推罗啦吼。泰尔还是推罗吼，拢会使吼，是翻译的问题尔定。好，因坐船吼，经过看到塞浦路斯岛吼，因就驶对南边来吼，
要去到叙利亚，叙利亚咧讲倒位，就是耶路撒冷。咱大概知影，咧讲的这地名伊到伫即个泰尔，也是讲推罗伫遐甲遮个信徒做伙住7天的时间伫遮伊阁有讲到因有得到圣神的指示这就是我拄则咧讲的来，因得到圣神的指示，主动保罗莫去耶路撒冷。咱第20章有读过嘛保罗讲，伊要顺服圣神，到底倒一个是真正圣神的指示，咱着爱去思考到落尾要顺服，到底要顺服倒一个咱会对这来思考啦伊讲了后，伊就开始甲因做伙7天的时间结束了后，就开始继续我们的旅程这个时阵就是路加已经伫因内底信徒甲因的太太也拢来离别，拢伫即个山坡顶悬，拄则拢讲第2摆记载因跪落来祈祷跪落来祈祷，这甲犹太人的祈祷略略无共款犹太人较少跪落来祈祷，因拢手举起来祈祷这是略略无共款毋知是毋是伫初代教会开始有即种的即个做法，也是讲对耶稣基督伊伫克西马尼祈祷一般相信伊是跪落来祈祷，因为落尾骹手拢软去嘛是毋是因为安尼关系咱无法度了解啦不过就是讲，咱看见讲伫即个旅程的中间，保罗甲遮重要的同工要相识的时阵，拢跪落来祈祷即个跪基本上是一个谦卑的表达啦对咱来讲过来因着彼此来相识上船因就转去因就继续来行过来就搁来行对即个道理麦当地的信徒问安，伫遐住1天因为迄拢是因为船要停的关系啦因去推罗是因为迄个船要伫遐落货因伫遐来经过塞浦路斯岛，当然就最重要是伫泰尔嘛推罗伫迄所在伫遐甲因做伙咱拄则已经讲着迄拄则读的圣经的中间，圣神指示因来主动保罗莫去耶路撒冷这甲因的圣神甲保罗的圣神改成无啥共安尼好因就继续来行因的道理麦嘛是共款，因为船需要停然后因就到伫撒加利亚，咱就没有讲着撒加利亚保罗有几摆甲即个城市有关系跪落来祈祷是真重要伊即个祝福啦特别是要甲因相离的时阵好，来第8节甲15节伊伫该撒利亚拄着一个人，即个人叫做腓利即个腓利，又讲伊去因兜住甲伊住做伙即个腓利毋是耶稣的小弟，也是讲伫迄个使徒内底，毋是伊是7个助手。啥物叫做7个助手我念伊会用另外圣经互咱看啦伫初代教会，因伫教会管理出问题了后，有选出7个执事。伫即个7个执事中间，有一个是第一个顺道的遮个司提反其中一个啦腓利嘛是所以伊是即个7个执事中间使徒行传第6章第3节所以伫主内朋友，恁着爱对恁中间选出7个有名望、受圣神充满、阁有智慧的人，互因来负责遮个教会事务。直到阮要专心祈祷、传道的工作这是伫即个6章的所在写的所以伫这中间呢，有啥物人呢？来，咱看后壁，就是腓利，就是咱今仔所看的即个即个对伫教会的执事了后，伊就开始开始转做，也是讲伊受到呼召，开始做
一个使徒的工作吼。佮较特别的是，伊有4个查某囝，圣经无讲伊有后生哦吼，伊有4个查某囝。这4个查某囝较特别，是伫新约初代教会内底上早的女团，吼。甲保罗做伙，比如讲阿古拉、毕基拉，因即对夫妇，伊的太太基本上毋是算女团，伊只是伊的同伴，吼。毋是，咱注意甲看圣经安怎记载，因有传讲上帝信息恩赐的妇人人，这是第一届伫新约内底写着的吼。啊，即4位拢无结婚的查某囝，拢有传讲上帝诶福音的恩赐吼，啊，伫迄个所在，所以对老爸啊，然后伫遐啊真热心来传道理吼。好，第10节到第11节，咱看伊迄所在，伊伫遐住几工了后，有一个先知叫做阿加布对犹太来，好来，我拄则有讲着犹太咧讲倒位，耶路撒冷，吼，来讲耶路撒冷。伊来看阮摕保罗的腰带，咱注意看这个哦。伊摕保罗的腰带，将家己的骹手绑起来，这个表达啥货呢？咧表达讲保罗吼会放啦，安尼伫耶路撒冷安那，甲伊绑起来啦，吼，交互外邦人吼。好，这个先知阿加布来的目的要创啥？啊，伫遮来啊，搁一解啊哦，圣神的指示。伊伫迄个所在，吼，伊有得到圣神的指示，好，伊嘛圣神的指示来到伫遮，来预言保罗要受到捆绑。啊，当然伊的意思就是要阻挡保罗，莫去耶路撒冷啦，阻挡伊，你毋好去啦，你毋好去啦，吼。伫这所在，咱会当看见吼，有真侪人对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代志真烦恼吼。啊，咱拄则已经有讲到即个我也是咱吼，这我想迄毋是介重要吼，互咱知一下安尼尔啦吼。好，先知阿加布伊摕着保罗的腰带来绑家己的骹手，用真戏剧性来表达讲保罗过来要受到捆绑。圣神安尼讲，这个犹大的主人会伫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的捆绑，然后交互外邦人。咱读到这段有想到啥物人？耶稣基督敢毋是？耶稣基督嘛交互外邦人啊，吼，嘿，好来，所以伫遐来劝勉，甲伊阻挡啊，所以因听到这个我们吼，直接较重要啦吼，我们咧指着。甲保罗做伙行，包括西拉、路加，因等等遮个人，甲当地人，就是撒加利亚遮个当地人，当然包括腓利啦，包括伊个查某囝啦，包括因遮个基督徒，拢劝勉保罗毋通去耶路撒冷，吼。这是伫即所在，先知出现了后，共款。甲推罗的遮基督徒共款吼，得到圣神的启示、先知的预言，来阻挡保罗，叫伊毋好去，免得去互人掠去吼。伫遮当然，伊有无共款的代名词的表达啦吼，咱大家看者了解就好吼。圣神的感动到底？倒一个圣神感动，较是真正的感动啦吼。保罗伫遮去讲啦吼，就是讲因有无共款的感动伫推罗也好，还是撒加利亚遮的基督徒吼。但是咱看见讲保罗伊家己真清楚，伫20章的所在有讲着，伊甘愿去为着主的福音来受苦吼。即摆我为着圣神顺服圣神，要去到耶路撒冷，这是伫20章后壁所讲的吼。所以伊伫遐，伊真清楚知影伊会拄着的代志，但是伊犹原表达讲伊愿意安尼来面对遮的吼。所以伊顺服，亲像伊过去共款，伊顺服圣神的引带，继续来往前来行。伊伫这个所在。
颠倒甲遮个人讲，恁为虾米安尼来低头，互我心碎啦吼？逐个为着伊要去受难的代志，伫遐来艰苦心吼。伊讲我为着主耶稣的缘故，不但伫耶路撒冷被困绑，就是死伫遐，我嘛心甘情愿吼。所以遮个人就安怎讲吼既然无法度来甲苦劝吼，就毋望会当顺主的即个旨意啦吼，嘿。彼得前书第4章12节到13节啦，讲亲爱朋友，恁拄着火一样的考验，毋通惊，亲像所拄着真无平常共款啦吼。是讲咱就是爱甲主共款来担，讲与主同受苦啦吼。讲甲基督来同受苦吼。第13节讲，恁应该用分担基督的苦难，做一项欢喜的代志。基本上这是保罗的心境啦吼。罗马书第8章15节到17节，讲因为安尼，上帝所赏赐的圣神，毋是要互恁来受奴隶吼，要互恁是互恁伫即个犹原伫即个恐慌的中间，是要爱互恁甲有即个上帝儿女的名分吼，借着圣神咱会当向上帝来呼求阿爸，阮的爸。上帝的神甲咱的神共款，证实咱是上帝的儿女。既然是上帝的儿女，就享受着上帝为着伊的子民所准备的祝福，嘛着爱甲基督同享受所保留的嘛。因为安尼，所以咱着爱分担基督的苦难，吼，甲基督同受苦的概念，其实伫新约后壁的书信保罗的概念中间，时常咧出现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会看讲记载着保罗伊认为甲主同受苦，即个方式是真重要的。伫迄个记载中间，甲耶稣基督受苦的情形非常的类似，当然无一定共款啦吼。但是都真类似安尼吼。愿主的旨意来成就，伫克西马尼是耶稣家己的祈祷。伊讲毋是顺我的意，是顺你的意。但是伫遮个人苦劝保罗了后，无法度了后，因就讲愿主的旨意来成啦。意思就是讲，虽然我嘛感觉讲我有受到圣神的启示，但是保罗嘛讲我有受到圣神的启示。因安怎讲？毋是坚持我的讲法，是尊重顺坦上帝的旨意，这较重要吼。所以伫迄个中间的超切了后，因逐个就放弃家己的坚持，既然是圣神的启示，就顺服主的旨意吼。这个是真大的挑战啦吼，无法度来说服，只有讲安那愿主的旨意来成啦吼伫无共款的圣神的感动内底，咱总是爱被调整，要安怎被调整？就是顺服圣神，顺服着保罗的感动，顺服着保罗的感动。这我感觉这是真无简单啦吼，保罗的坚持也无简单。遮个人因为着听保罗了后，安尼来顺服，我感觉真无简单的一个做法吼，一个信仰吼。所以这段记载保罗结束第3届宣教的旅程，等于到伫耶路撒冷，伊头起先来这使徒来述职吼，就是耶稣的小弟雅各以及遮教会所有的长老，因拢是在场，会遐来嘛，过来记载讲后续保罗受了的代志吼，受了的代志，受审判的内容吼当然甲后壁伊受介送去到伫即个罗马拢真有关系，咱会留伫后壁才来分享啦吼。伫耶路撒冷，伊大概有去到几个所在，就是去拿孙的家访问雅各了后伊伫圣殿内底献祭吼等等遮个代志拢足重要的吼。咧到落尾，咱会当看伊讲，伊遐去到伫圣殿的献祭，甲伊后壁的辩驳拢足有关系吼。好，伫即个所在，大概互咱一寡资料。伊伫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伫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伫哥林多写罗马书，拢总约大概3冬的时间，伊伫遮写即3本的批信吼。
啊，这个大概互咱知影伊伫第3届旅程中间所做遮个代志。好，到遮，今仔日物件也较济啦吼。好，有啥物问题无？敢有要问，还是要分享？哦，连店长了已经有加足好势啦吼，拄则甲伊讲话安尼，声音加足好吼。加油加油，连店长了。有啦，有3工，有3工。好，安尼无咱请文副长了带咱祈祷，咱来结束。咱头先来感谢，主比听人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看到保罗有一个真正好的模式来教导有所的长老，伫中间甲因真正好的交陪中间将做真做一个教会领袖应该有的这个条件，伫中间来做甲真正好的解说。我来感谢主你的圣神伫每一个无论是保罗也好，是要主动保罗转去耶路撒冷的这个兄弟，其实是共款的。总是阮知，保罗伊已经知影，伊转去耶路撒冷会拄着的代志是就是苦难。进入主要所在，伫结识马利恒的时阵，伊也知是苦难，但是伊愿意来降服伫主的疼的中间。也会借着安尼，会当到伫这个罗马的中间，伫中间来将福音传到迄个所在。阮知这拢有圣神的意思，总是阮因人的角度，通过圣神的感动的时阵，阮检查有时阵，阮会知迄个代志是会安怎会发生，阮会用人的心来主动。总是圣神，你伫保罗的身上，互阮看到保罗。是确实真正，伊已经知，总是伊义不容辞，伫中间，伊也伫咧讲无疼惜伊家己的活命，因为伊知伊要完成福音的工作。主啊，恳求你也帮助阮，互阮有亲像保罗即款的心志，伫福音的顶头来征战迄个好的征战。主恳求你赐福带领甲阮三甲弟弟，互阮伫即中间通过保罗即个使徒行传。会教导的中间，互阮更较明白福音的意义，以及着阮爱安怎样来做，才会当用跟见证主的名。主恳求你赐福阮伫遮会学习，保守阮头前的路站，阮线回的脚步有主你看顾，带领甲保守。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Amen。阿门。多谢牧师。